你们知道贵州黔东南最大的这个苗族银帽是谁打造的吗？就是我们九美阁合作的这个苗族银饰传承，杨银匠亲自打造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是收到了杨银匠为我们九美阁的粉丝宝宝们定制的新的一批银饰，我们一起来拆箱来看一下。苗族银饰呢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它是美丽、吉祥、幸福的一种象征。苗族人从孩子的出生，给宝宝送新生健康的祝福，再到女子的定情爱恋，送定情信物，再到出嫁，父母给女孩子们，特别是在贵州黔东南一带的苗族，他们的女孩子的银饰陪嫁就多达几十万、十几万都不等。这个银饰呢，是承载着对美好生活、幸福安康、健康长寿的一种祝福在里面，也是我们苗族文化千百年的一种文化积淀的一种熔铸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杨银匠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好的宝贝。哇哦，这是一批我们的银项链，那它是双球吊坠的。好事成双，双球的造型非常的现代和时尚。哇，好多粉丝宝宝心心念念的我们的宝宝镯终于到货了。这个吉祥锁保佑宝贝健康长寿、幸福长安。这个是你们心心念念的荷花镯，荷花象征着和平、吉祥、健康长寿。上面还有我们的连年有余，宋妈妈的这个可以考虑起来。这是一个异形的一个凤回头手镯，上面有点缀有这种彩色的珐琅彩。而且整体的造型非常的优雅和流畅，喜欢这种凤回头的也是宋妈妈的必选经典之一。很多女孩子她想要自己戴一个，又不想戴那种太夸张的，这种银珠镯也是很适合你们做日常佩戴。上面有点缀了这个一个小荷花含苞待放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。这个是我们的三生三世的三环菱花镯，送给小宝贝的平安锁和平安镯。这个镯它是有光面的，也有带菱花造型的。送给小宝贝的全部给你们安排上了，记得来看哦。咿呀咿呀摇摇晃，乱舞响，一抹红妆压群芳，向西墙，一步一笑又